一颗心来这是哪里？竟然没有手机，穿越到陌生天地，满怀好奇，四处破碎瓦砾，讯号永恒遮蔽，就像被诸神放弃，我却学会了呼吸。等时之间漫无目的，自由早已沉寂，不知道要去哪里，还在麻痹。文明依然废弃，难道得靠自己？既然都没人管理，假装微笑也不必。穿越着回忆不分是非，他说我不是唯一，技术是生存的灾难期。今年是3301。断网一世纪，目光清晰，生存的压力却更坚毅。每一次自由的呼吸，足以把痛苦忘记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永远待在这里。这世纪瓶盖当作货币，生活更轻易。生活模式还在熟悉，甚至不用早起，不小心打乱作息也没关系。道路从不拥挤，没人比谁努力，只要够塞进胃里，争夺变得没意义。穿越着回忆不分是非，他说我不是唯一，技术是传统的灾难期。今年是3301，断网一世纪，目光清晰，生存的压力却更坚毅。每一次自由的呼吸，足以把痛苦忘记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永远待在这里。这世纪瓶盖当作货币，生活更轻易。闪烁的手臂，这是什么攻击？难道会导致新时代势不可避？没有特别曲集，或许是短短几星期，写成传记，只想好好珍惜。